一名维吾尔人已选入英国广播公司的202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名单。世界媒体性发布了一份选自世界各地的100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名单。这100名女性体现了领导并导致这场动荡变化的女性。该名单包括维吾尔族作家和母语教师穆耶萨尔·罕丹。在 BBC 网站上，穆耶萨尔·罕丹被描述为穆耶萨尔·阿卜杜拉的昵称是罕丹。他在学习医学的同时，开始以诗人和作家的名字出名。在2013年定居土耳其后，他创立了阿伊汗教育，致力于海外传播维吾尔语和教育。他现在住在伊斯坦布尔。罕丹的最新作品和第一本小说《再见太阳》是针对维吾尔地区拘留营的第一部长篇作品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教皇方济各第一次强调维吾尔人受到破坏。他在本周出版的书中说，罗兴亚穆斯林、维吾尔人和亚基迪斯人是最受破坏的人。尽管教皇没有详细说明维吾尔人，但他对维吾尔问题的正式提及对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立即回应说，教皇方济各说维吾尔人受到破坏是完全没有根据。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享有充分的权利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伦堡国际军事刑事法院成立75周年之际提出了维吾尔问题，称他将继续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维吾尔族的镇压。75年前的11月20日，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的大审判在德国纽伦堡启动。1945年11月20日，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月后，美国与英国、法国和前苏联合作，将涉嫌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被告到位于德国纽伦堡的军事法院，其中包括被俘的纳粹领导人、集中营警卫、同谋医生和商人。纽伦堡大审判75周年之际，德国举办隆重纪念活动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通过视频致辞。蓬佩奥说，在被称为纽伦堡法院的法院成立75周年之际，纳粹对战争罪、大屠杀和集中营的破坏将永远不会被忘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蓬佩奥说，当我们看到有人对人的尊严的攻击，例如中共在东突厥省的镇压，必须大胆反对他们。据报道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批准了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小组的每日情报报告。白宫官员对美国媒体发表讲话说，特朗普已做出必要的批准，以便国家新总统拜登代表团收到日常情报报告。首场报告会于昨日举行。特朗普的这一步伐被视为离接受选举结果近了一步。据报道，中国将计划从月球表面收集土壤样本的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送入太空。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的4个模块是由长征5号遥5运载火箭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。据说，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要花3天才能达到月球。据美国航空航天局报道，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主要任务是挖掘月球表面土壤，并将2公斤重的样本带回地球。